維護國安篇喺行政長官嘅領導下，保安範疇將更加全面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，依照事前預防、系統保障、全民參與嘅工作理念，持續推進維護國家安全體系同埋能力現代化，堅定維護國家安全、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同埋澳門社會和諧穩定，積極研究重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同埋配套執行機構嘅方案，優化組織運作，擴大參與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到各範疇、全政府，推動配套執行機構嘅實體化，加強委員會嘅統籌決策同埋推動執行嘅職能，努力構建國家安全人人有責、人人盡責、人人可為嘅制度環境同埋工作體系。對有關研究方案形成共識後，將着手推動完成。支持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依法對第8屆立法會議員候選人嘅資格審查工作，確保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。按照特區政府總體部署，參與完善維護國家安全嘅配套法律制度，合力構建系統完備、科學規範、運行有效嘅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。